塞！你竟然可以演冲船，很香啊！因为丰州管的米头，台湾有讲过，就讲天来照顾屋下，吼，嗰個就第二點就講來一邊，先來一邊帶動人家地方嘅發展，或者帶動人家規則嘅沙面上，規則嘅公館，甚至規則嘅苗栗，吼，規則苗栗嘅氣氛，農業嘅一種氣息，吼，本後生人回流轉來帶動人家地方安尼。哇，很脆哦！唔好看佢用丢丢粒的哦，也個甜度真勁凍高。豐州樹啊，哈，自由的哎呀，台灣省嚟講，只有在苗栗縣跟觀陽嘅沙面上呢個地方，當種出得起來哈，也是在於佢他家嘅人民呢幸運與光榮。春意水讲人言，养着条重现。春风过去，强凉多，后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五下线，梦中对风素年。西瓜清甜，梦里望。秋处处甜桂烟，年年迎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公馆乡也特別有清淡到嘅水質同個甜食。古時咪變做也特別太出嘅農特產品主要嘅原因，除了大家就地嘅泡菜，還有五味以外啊，還有公館人都吃到當驕傲嘅豐州，還有對廣東來嘅鹽曲雞，你下出聽定嗌，聽下來啲看啦。公館係苗栗天意大鄉，始於1737年。廣東來嘅客家人齊華君、齊華天兩兄弟打頭來到兩頭邊嘅開墾，後來日本人設嚟公館中，下後公館呢個地名就按樣用到兩下。一直到今日，公館鄉已經係苗栗嘅美省城市，喺地下嘅人口當多，相對嘅沒有當多嘅新住民來到兩頭邊嘅上京落檔，就從地下而去拜訪嘅鹽曲街，嘅南田標題嘅美食。就是啲當到客家人嘅影響，廣東梅縣來嘅。嗱呢個鹽曲街帶來台灣嘅頭家娘王太子，來利用啲苗栗市嘅南苗生產地度見面，沙丁出老幾好，按樣嘅來討街，嗌上有好食嘅鹽曲街，是唔係討一般嘅街就作為得了。今年啊，真到我從細到太成長嘅地方，就係南苗市場。古時候大家都當數是從亞嘅我就從細到太一班咧。太子，古時候真到要特別啊，正經動聽誒，而且這邊啊，當日早晨哦，唔是7點就按到年到咧特別嘅動唱喺苗栗嘅西門町區喲。啊，今年咧我來請太子合作一個鹽曲街，佢啷個約到亞市場地度，可能佢都得啦，我來請。Hello， 太子，早安。黃田縣太子，廣東梅縣客家人，19年前嫁過來苗栗公館，因為心照熱心發揚家鄉好食嘅鹽曲街，希望一個娘園地度有帶有貼片美食嘅秘密，做得啲一個天意嘅故鄉投票。我等下好做一個鹽曲街，都係特別討厭用哦。係啊，我討特別討鹽曲嘅珍珠兔嘅嘢。這也太大隻了吧！為什麼討珍珠？這有烏骨雞啊，其他做唔得嗎？珍珠嘅肉質
较嫩较滑，做出来鸡肉较 Q。这个怎么搅是有变色的？这个是我们平常会买的那个文昌土鸡。文昌土鸡是有拜拜的，是不是？不用不用，它是一种珍珠鸡的那种一种鸡的品种。一种品种。你看，太子啊，唔但只会做鸡肉的料理，而且还发现佢对鸡也没懂了解。哎，老板，我们大姐每次来跟你买，是不是？对，我的老鼠记。真的啊，很相信你的肉质，这边不是你的肉质啊，你鸡肉的肉质很好。肉质，这老师。为了完美呈现记忆地度嘅洋曲鸡，太子开始就此嘅动到台湾品种嘅鸡，青米总算寻到嘅西京葱嘅珍珠鸡，咪就是制作洋曲鸡清好嘅食材。讨好嘅鸡，沙丁转到太子啲公馆嘅店呢，細細嘅空間雖然唔係當排場，不過來買嘅人客，沙係一層一層毛鐵，也就啲啲梅樣嘅好米絲，切腿唔係青菜講嘅喲。好，太子，刚才呀，就是老爷的盐焗雞全部我也食材買咗來。現在我們要先做什麼？一下先撈一種土雞嘅毛先拔夾上來。啊，你們剛剛是從已經有老人處理過嘅嘿？是從買花雞肉的還蠻中槍，去跟它轉來花毛啊，然後給綁槍來，然後泥葱給它是從對。我特別去做安樣雞肉啊，呀按牛的料理，尤其是鴨肉，呀個毛啊，當初我食到呀個絲會孔嘅倒閉嘅，那一定要把它拔乾淨，對不對？係啊，給當到蘑菇啊，攞去清槍來。嗯哼。按多東西全部你自家一三研做哦。係啊，等於就自己殺咗，買咗來就先處理雞嘅，處理好時嘅，等下再過醃製，這樣放落去特調爐子裡面俾佢撈。但有算過你一日按樣磨寒的時間是從早上幾點到幾點？差唔多六點開始磨寒，到暗晡頭嘅10點。真假的？啊，好辛苦啊！你做乜該會按辛苦啊？因為當到我認識嘅人下都講口碑相傳，講鹽焗雞、鹽焗滷麵按好食，都會打電話攞嚟煮飯。然後有本回饋就衝嘅係冇？好，太子，剛才你花了咁多時間，但係冇綁槍、數字感嘅老雞已經弄好食。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一下老雞嘅土雞先醃製。哦，青葱要給一個入味的步驟，對不對？嘿這個嘞，係我們獨家秘方，用獨家。我們皇家祖先流傳下來的，裡面有黃薑啊、花椒啊、八角啊、月桂葉啊。這個米頭剛剛吃到講，佢沒像一般只有講八角的味道很重。你講對，就是它有那個薑味，對，就會有嗰種薑黃的米絲，對不對？有標天然的薑黃。薑黃。因為亞人較注重養生，該也就加了，講還有一個蟲的薑嘛，對不對？好，那要來怎麼做嘞？先老雞拿鹽，先老雞雞先每個地方先老雞搓，本雞搓啊。那像樣滷，剛剛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除了等下我們老爺的滷料全部手從一飲啊。要先老雞中藥材要放到低度誒，度40度方4煮誒，老雞醃製入味。幾隻雞先本雞塔過就滷出來，鹽焗雞較香較入味。可是啊，我其實很好奇耶，按用一隻一隻手從一，它真的很懂好死。我們不能把這個滷料全部放在一起，然後讓它裡面再沾一沾嗎？做唔得，為什麼？變得冇潤。哦，有的有入味，有的冇入味。就我冇入味的哦，剛好開家得為了做哎，因為真的沒那麼容易，尤其是腋下的地方要塗到。做鹽曲雞嘅嘗試，食材冇簡單哦。但將高尚嘅漢藥粉，佢用是太子就研發嘅糖酒，將調配出來也完美嘅比例。沙丁、老蔥嘅、老薑、12到90度，過後倒掉嘅米酒，除掉佢嘅醋香味，青米個放入到冰箱低度，將做得真行下一鋪，做起來暗複雜嘅鹽曲雞，頭擺又係用嚟做出來嘅呢。台北好像300多年前相傳一隻故事，係有一隻從落嘅商人買到一隻太
土洋嘅，帶咗落去一本嘅不看顏色，因為路途遙遠，佢就先把羊吧先去醃製過，結果行到半路後誒，突然全部都熟咧，冇好食咧，佢就拿給醃好嘅雞用抽紙包的安尼去配，結果一上傳下了，一下就變成一點廣東梅樣嘅客家名菜。哇，也係真經的故事嗎？係呀。一場歡喜嘅舞會，成就嘅合唱體驗流傳到啲下嘅菜地嘅香味，都見鹽曲嘅啲梅園嘅體味，就將去客家炒肉啲台灣嘅情形，係天一定嘅代表性料理。逢太子老家香味帶來到台灣，本菜地嘅鄉親唔是都共同，連做得食到啲流傳百年嘅客家好味先。好，太子，剛剛已經滷好水啊，下課了之後來煮的，對不對？對，好來，我交給你。太子，可是你剛剛唔係講東亞嘅故鄉嘅豆味係用按樣窯烤的方式，而用包東東奶，做嘛也係用燒的咧？這個雞肉吼，這個肉是當然呢。一種係硬米，硬有硬法3種喎，同樣係米泡。所以我要先生那個嘞。中間呢先吃吃看啊。他在考我，因為用看的就是中間的，我看不出來而已。做嘛也係用燒的咧？因為羊骨雞也係也有3種做法，有傳統嘅煮羊法，也有創新改良嘅水煮法，就係用中藥材滷嘅，也係用嚟係用中藥材去滷嘅水煮法。做嘛搞用水煮？水煮法做出來羊骨雞嘅話，看嫩，雞肉底部會有爆漿的感覺。真假的？會 juicy 是不是？而且啊，你有發現到，讓它輕充點係嗎？看一下這鍋滷汁，也全部係金黃色的金髮哎。太子，我可以方便問你，你這個是老滷還是當年般呢？係老滷。真金哦。這呀幾多年了呀？3年啦。哇！天呐，所有嘅金髮都要低度哎，還有那個算是什麼雞精啊、雞油，全部都要低度，對不對？係呀。要攪翻生意，真嘅啊！也有賣羊骨雞飯，就用羊骨雞去創新呢。按用煮會煮幾久嘅時間？按你攞差唔多30半點鐘。哇好，也冇簡單哦，而且一3年種定了，對早晨冇喊到點下已經擺動久嘅時間，還忙食到哦。估說到我有一個這麼精華的鹽曲雞啊，真嘅要用時間來等。個太子，今日除了一個鹽曲雞以外，還有準備其他料理冇咧？也還有一樣要搞民族做，我去年呢參加豐州節比賽嘅得獎廳嘅名係找到幸福雞絲麵。按樣食落去唔地會較夾到會尋到幸福冇？撒下來列出做到幸福，就係先用公館菜地嘅特產豐州麵，老鹽曲雞搭配結合。一層一層齊齊嘅食材鋪地蛋糕，變化出當場面嘅創意料理。但將好看嘅用嘅就充滿了幸福。另外，唔但將鹽曲雞嘅年代美食，太子還較發祥嘅鹽曲雞嘅內列料理，一家都食，日日來去吃看下了。也算係我食過按道種客家菜，第一擺食到係正統嘅廣東梅園嘅客家菜，而且還有個鹽曲雞，你睇做的變化出按道種口味耶。這些全部都是鹽焗的嘛？全部口味都係羊骨口味，全部都係鹽焗口味，咁一道都廿梅園，全部都食得到啊呢？係呀。哦，剛才今天就置身在異國一樣，還有一個菜地嘅豐州麵，對不對？係。啊，試試看，你說有冰鎮過，特別 Q，是不是？對。真的很 Q， 很好吃哎。剛剛你講還有一個筍紅，這個也是一種菇類，對不對？那個是茶樹菇。茶樹菇，也是從我們家鄉帶過來的。可以叫爸爸媽媽空運來台。這邊用 Bianchi 載過來啊。
那种成本当高诶。系啊，因为我拢反映小时迄嗰種茶樹糊嗰種米湯，也唔偏重到所有嘅料理都係嗌韓式食到泰嘅河米絲，都係嗌反映嗰種阿妹嘅台北嗰種小時係嗰種幸福嘅感覺。河米絲係傳遞幸福嘅方式，王太子老家鄉米帶來台灣，日本分享嘅初心簡單有法，做到幸福就是寄託嚟分享嘅願景。做當嘅鹽曲嘅料理，完全實現了太子嘅夢想。好，剛才先來吃兩個，稍微3點鐘誒，來就青菜頭一碟來吃咯。兩個皮啊，你看韓做的跳拱誒，是金黃色的，完全金黃色的，來吃吃看啊。唔知嘛？這個皮啊，Q 彈到講。但後生下去還會食到嗰種油，雞油嘅精吧。另外呀，這個雞肉吼，已經不能用貼片你的技巧專業，然後給殺出來。這個肉質當然嫩。一種係鹽米眼，有眼發3種冇，同樣係米湯。真的哦。要先來。也係按對你下先阿妹係嗎？係，一隻係阿妹嘅。哦，長得很像媽媽哎，而且好可愛一個小梨窩，好可愛，幼心哦。請坐，這是另外3種味道，是不是？另外3種米湯，所以我要先生那個嘞。中間呢先吃吃看啊，我得給你吃吃看啊，馬個米。他在考我，因為用看的就是中間的，我看不出來而已。好，來吃吃看啊！好，挑戰我的吃功。我會吃到講幾個類似一種薑類、薑麻米湯，可是我冇辦法很精確的講出幾道帶係那種薑麻。民族一種派色來點讚可以品嘗得到嘅河米絲分享觀眾就來嘅點讚可以品嘗就啲答案咧。剛你偷偷老公，我已經來了。哦，你剛剛有點大聲，希望觀眾沒聽到。好，你們來點紅章色嚟到嘅米湯。好，這真的這醬料可能係顏色高手有客家種地度T白色的誒，T白色的米線。你也喜歡這個味道嗎？喜歡。好，咁你都帶一個鹽曲嘅，我第一個唱安樣鹽曲嘅啊，係人家鄉嘅米線，咁佢用時做馬上嘅拿一個米湯來到台灣來創業咧。因為我係韓式到泰式習慣嘅一種河米絲，所以台灣十分懷念鹽曲嘅。到全台灣都食唔到一種河米湯，佢當時係4年嚟到國小嘅時節，妹妹到國小1年級嘅時節發現有聽力障礙，我想講為了照顧4年嚟長期帶佢做復健，我就把傳統工作辭退，就佢當時就當懷念阿妹嗰種河米絲，我就想講把阿妹台北傳統下來嘅鹽肉嘅拿來自家創業，雖然辛苦，但是我做到當快樂，因為可以把家鄉嘅河米絲帶到來台灣，同大家做一個分享。不過姐姐一片講激動感嘅，可是我看到佢母子已經瘋瘋誒，講想起頭擺有乜個事情特別辛苦，本東南甜不用睇麼？就我想起台北阿妹，想起媽媽的味道。一下阿爸阿妹會過來台灣，然後我聽說。媽媽來台灣，我知道一個人來台灣其實很東猛按容易，對不對？對。可是你現在也很好啊，你看你呀哈按永州啊，而且你剛剛沒老公到，你哈當年姐姐會來啊，爸爸媽媽也會來，你會不會就很期待，越有動力這樣？對對對，就有家人的支持的力量鼓勵着我，就很感激。你不要哭，我會捨不得。那你可以把台灣當做你天一嘅副卡，因為你在這裡也有自己的家啦。媽媽係咪很疼你？真的哦。因為也係為到家庭，為到家人，所以我有人同理。妹妹，你聽得懂客家話嗎？聽不懂，姐姐翻譯給你聽好不好？媽媽說啊。
他很谢谢你啊，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啊再更努力多做一点，为这个家庭为你多努力一点，然后他就会更认真的做下去。啊，你有没有很谢谢妈妈？有，哎，抱妈妈一下。屋下人嘅支持，係诞生來到台灣嘅皇太子清太嘅統領，因為對子女嘅愛，留對家鄉成就嘅思念，所有嘅情感全變化做料理嘅美食。我想，按言傳來嘅鹽曲嘢，一定會喺台灣當見，變做新嘅奮作光景。接下來繼續探訪公館嘅好料。睇睇我哋啲淳朴嘅生活上，體驗在天然有我嘅日常散步哦。Hello， 小太公，你好。哇，一路行啊過來啊，石牆村呀，到位啊，當書送誒。喺十二上吼，風景當好，水又清，好空氣。喺地位呢，有十二場咧，有散步。唔係嘅散步咧。喺個石博，呢個水樽，嗰個還有個風座。咁你做等下你看啊？好，我帶你看個石博。石博。山邊上嘅天然環境當好，長春已經有200年嘅歷史誒。老祖公留下來嘅痕跡，還有淳樸嘅民風，喺山邊上不愛清塵嘅印象。除咗無味、無味，也得好東西，竟然還有一直流傳到下來嘅日常散步。等下就等等太哥來去看下咧，傳說地圖嘅天然嘅寶。因此來看下呀石博吼。哦，哎呀，個石博，呀個石頭啊，貼片係是不是有大顆都下杯？上杯係細粒嘅，是不是？嘿嘿，因為石博咧係1817年吳林峰先生來開發嘅十二場嘅下吼，亦做建咧先民來建咧石博。為到咧要保護嘅十二場呢隻莊頭吼，結成一隻兩里啊十二場包頂嘅吼，就有6尺闊、7尺高咁高。哇哦！真勁哦！咁而家就存到啲以上係嘛？冇？就存到廿一屆咧，吼，因為民國24年太體同，吼，太體同全部都是勘鐵的，吼。太公啊，看到有個石博啊，所以我去其他客家莊嘅還沒有看到。佢講喺下邊看太粒，一大一細粒安呢，規隻老幾變做一面土牆安呢吼。啊，唔過太公家下對啊，行來嘅路風啊，一路都會看到用天順吼，會去安樣嘅石博。當場到客家莊地都會安樣做吼。好，我一條嘅吼，呢石頭呢，主要從田從田嘅中間畫一個界線，因為我就地取材嘅方式吼，從佢建隻田順。一方面係生態工法，故所我就保護一個生態啊，就係你維持到呢個石博建嘅方式。咁你來看哪個一部好冇？哦，你看一下我嘅水樽。好啊，好啊，哇！因為阿婆都要洗衫，阿婆啲水衫，阿婆，哎，哇，一水當槍誒，當槍哦，俺都要洗衫哦，係啊，一水都哪來呀？我們要做什麼？做的是吃吃的，來試試看看，哎，做什麼？漢店麼？而且好香哦，有很香啊。洗衫麼？係啊，一水都哪來呀？太雪山吼流下來一個水吼，也係先民吼以前開一條樽哦，做傳龍樽吼。傳龍樽。誒，傳到300公尺嘅龍吼，傳過來一片。哇！吳林峰先生開發嘅12條，用水，個乾渴用，農田嘅乾渴用嘅水，濕嘅水嘅。哦，可是也好看到按樣洗衫啊，已經當時有看到誒，南莊街頭邊還有一個，當時有看到誒。當時有看到。係啊。一水當車。你都要洗衫洗幾多年呢？哦，廿10年了，差唔多30來。19歲就到下，也82歲。82歲。泰國人講有到邊個有3寶誒，也係其中一寶吼，水樽。也做水樽也很多水頭。
水头哦。有到也12强的个条田方全部落，哇！水全部落田哦。你水全部落田，古时也特别很动枪的呢。动枪。哇！动枪的水。你主人讲，哎，这个水吼，几年的主要是按太水都会流。真劲哦！哦。唔可以缺水的问题。哇！我哎呀，农家人做嘛啲啊洗衫嘞，农家人的衫裤较污糟，古时候洗衫机洗唔清。真的假的？伫太雪山来嘅潜水，几年都冇停。来到沙面上，接上会睇到少少款嘅水流声，呢咸咸嘅水质，能够培育出全台湾唯一嘅经济作物凤藻。水准文化老凤藻泛泛上好，沙溪地度利用发达嘅水准灌溉，又会强力嘅水源，又冇工厂嘅污染，古时候种出嚟风味特别嘅凤藻哦。哇！大家可以睇，眼數紅哪一日嘅澳洲嘅大家都很有點地度，接送哪來竹筒啊、寶馬東西嘅嗰種鳳藻，齊齊嘅果子就上來呢。冇看佢按用上來法啦，必報。小爸，他是不是按用係清奇嘅時節？对，一下時節哈，是鳳藻期多一下哈，最好食、最飽滿，哦，營養。各方面都是最达到很顶点的时候，清口味时节。市政从阿爸，自细伫亚太嘅公馆客家人，你喺社會上第二代嘅祖奴，種鳳藻已經有50多年嘅經驗。見證嘅公館鳳藻對點種到建制化嘅過程，到今已經做得種出特定嘅鳳藻了。阿爸，將來來家下要先做功課吼，聽講啊，就全台灣按到補貼，唔過也嘅鳳藻，但唱到苗栗嘅公館，含個沙圍場也特別有種天天啊。它主要這個土地一定要透水，透水性就瀝水也好。當瀝水啊。當瀝水嘅第一條件哈，第一條件就講都要熱田啊哈，都要4年嘅開始，農業4年以後啊哈，都要9年嘅一中間。也有嘅，喊咯，有哋講本地都講東鳳，其實就山鳳啦，哦，山上來嘅鳳，哦，當了。可是唐講啊，基隆市上來到呢家下，年代冇，咁乜年代按用嘅種鹽來到呢特別開始來點鹽咧。一講起呀嘅鳳藻嘅由來，喺係100多年前哈，條嘛都有嘅喊咯陳芬南先生。而家大個嘅目的個，所以佢種一條，我詳細一啲啦，嗬。為了紀念佢，哦，一當然都按咯，鳳藻都按咯，陳芬南種，芬南種，然後都紀念佢嘅性質，芬南種係。實際也個，迄都也個植物學嘅植物學嘅地位名，喊做雞心藻。雞心藻，嘿，雞心藻，雞心藻對，嗬。因為佢上來用細細仔留雞心香香，原來係啊，你還真嘅有槍誒。有槍哈。對啊。鳳藻喺當年7月15日就熟嘅做得早，尤其係8月初已經來到轉色期嘅果子，呢時節果子嘅風味甜度同脆度清好，係上色清好嘅時節，果子嘅地頭開始轉紅就做得早咧。鳳藻啲無窮樣嘅熟度，有無窮樣嘅滋養成分，對身體當好，做得講係果子地度嘅豐富生哦。阿爸剛下來試試看下哦。好。好。試試品嚐一下。哦，很脆哦。很甜哦，很甜。天啊！唔好看佢用丟丟粒嘅哦，也個甜度真勁當高。如果越嚼越甜，裡面係瓜皮色菇素，所以裡面有一些甘甘的味道。對，酸甜。酸甜。而且，阿爸，我很好奇，要按甜嗎？你又按用沒有攞佢保護的，會有調味來什麼？調味意思，因為也有生年嘅關係啦。哦，調味唔敢嚟，唔敢嚟起嘿。真嘅呢，連調味都冇辦法有起嘅素菜。唔過，阿爸。除了要天然嘅御敵能力以外按用中家下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做得本地按用上來，大粒就按醬按冷先？施肥
食皮哈，看一定完全分皮，两个一定的比例，你太多也不行，太多要做我们的太少，营养素不够。那种一般我们的方法就讲少量多吃，像小孩子一样。少量多餐呢？少量多餐了，少量多餐。而且阿宝你经过帮我已经都唔掉金色了，因为它真的好甜哦。既然我来做给凤州馆的吧，我要来多采一些。因为琪琪嘅果子唔耐冰，它要係3到5日就會變軟焦脫，維生素 C 含量咪會悄悄地減少當多。古時候做奴會老鳳做細做乾，啲日太熱天來到10以上，萬奶嘢都看得到人客來到啲買琪琪嘅鳳做，韓國萬奶都看得到長度細到鳳啾啾嘅做為乾，大家得夫無限次差托作為嘅農莊見知哦。寶妹，哎，來，來啊，賺到啊！炸冻到好，凍到啊，你看都會曬燒，按照圖片來睇咯。嘿，咱手拉這樣你就倒出來哦。倒啊去，全部倒啊去啊！全部倒啊去。有一些有裂過誒。裂咧唔怕曬去，佢都糜好。太陽，怎麼樣手可涼啊咧，哈！太好了，這是我今日的成果。按多賺到，這是唔是啥賺按多啊？你唔要少啊？寶妹呀，都給田紅真人曬到粉嘿。按呢個四比鳳做茶來啊咧。有嗎？有，煮片店咧，煮片店咧。有變高係嘛？變好好。哇！啊，你先說，唔怕。先。哎呦，按捏一定要試一下。哎，它可以先泡出來就按成嘛。呀，鳳做本身咧煮出來就按呢，冇加乜嘅。真的嗎？哎，真嘅咧。哇，冇乾杯啊！有甜嘛？有冇很甜嘛？有香嘛？有加糖冇啊？冇加糖，就哎，真的好甜哦！本身鳳做本身的甜嘛，你啦，好食哈。超心涼哎！除了甜以外啊，溜溜的還有一些鹹臭茶的味道。有係嘛？你知道有誒？鳳做的香鮮啦。甘甘的呢？鳳做的香鮮啦。哎，大白這個紅棗啊，都會拿來煮湯煮水誒。我第一次喝到冰的鳳做茶。係啦，鳳做茶啦。家到底按用洗多按用幾多年啊？呀呢啊，可能有4、5年了。按用洗4、5年了，我迄年按用洗4、5年，差唔多要變按呢。差唔多變按呢，怕冇按嚴重啊。呀，較細張咩？呀，較細。9歲。曬一直索啊去嘅啊。可是，你看用長機會越曬越粉，是不是一種烤焦了？沒烤焦啦，曬去佢底部個糖分就跑出來。哦，沒配到出頭來咧。沒配出頭來啦。甲凍哦，好像加乜東西啊？冇加乜嘅，出太陽曬。日頭曬都好啊。日頭曬。寶妹要做的什麼？做的是吃啦。吃個啦。好食嘛？很甜嘛，而且好香哦。要曬香啊！曬去糖分就走出來。而且加個皮皮用凍切誒。曬去糖底部嘅甜分走出來。天哪！而且一般是嗰種很有甜的啊，我就覺得初步。這完全是新鮮的味道。這個是新鮮的，一禮拜就變了，數檔炸下來，安尼冇幾多日就變了樣自細食鳳做，後生唔會老；一日食3做，青春能永葆。5個加鳳做，陽光靈芝草。細姐拿愛皮膚好，注重旺旺加鳳做。藝術押韻時，就做得老鳳做嘅好處全部講出來。尤其公館嘅鳳做，品質陽高精巧好，生下來、翹下來的傳統，可能從你衍生出來嘅鳳做料理哦。太公啊，可能準備好了嘅蘇打餅是一種手扒雞的概念嗎？對，今日我來做鳳做烤雞。齊志強太公自細對料理觸動心頭，意思切家大餅研究廚藝。都見轉向開餐廳，用菜地嘅食材煮來食，研發出當多鳳做創意料理。你是有偷看聽說愛青號是配雞嗎？有講，嘿，對。可是鳳做要用嚟拿來配雞。我主要細個嘅鳳做館哈，細個鳳做也已經冇字誒。哦，你天哪，你也太貼心了吧！我經常注意你感覺地度會附有一些醬的，所以你也是看。對，我講到，對。
呀，就听下风做管冰都盘的温度啊，好，都听下风做酒。什么？红枣酒。也同乡诶。那这个农夫这个做的，真材实料。而且洗澡的红枣干呐，已经甜土做出来有冇？对。经过的红枣酒啊，加个甜土含开，整个是呛鼻子，真冲进来诶。这要怎么弄诶？那我们把甜酒倒到红枣干度哈，啊，前后就浸油1-2点钟的啦。1-2点钟。对。所以等下迄个也个老给浸到底度有沾黏的也个酒就 set 到底度去，对，再下去烤。对。可是上面这一层你要怎么让它有焦糖色？上面就是拿出这个还有新香料哈，得涂上去。这什么？哦，五香粉。总的来说就是五香粉。这烤鸡用的新香料，轻轻把它抹上去。好。把它弄上去就好。对。通常要让它上色，我们要标一些桶。让它糖有那烤。那是做脆皮的。按娘做的嘛，阿强哥。手改一些嘞。够手改一些嘛。米头较油。好。家等下我去烤，我配，配几久诶？差不多1点钟。1点钟就好些嘞。可是都配它其实也是一种技巧，给大家给稳脱。对，太火会出火啦。对，太水火又靠我们的时候。对，不会收。阿强哥研发红枣鸡，考虑到红枣较清淡，故说先让红枣浸到红枣酒底度，含卡做得显示出相应的清香。出体料出本人生的三马就会囤落去嘅红枣配鸡，点度点青度嘅红枣料理，且对本人想唔到，沙定出来去看哦。准备嘛个菜？也了我点方人气提名的红枣炒饭。天哪，你就会一8颗就3颗了哎，你以为它全部3颗了哎？烤油泡。哦。特别清好食。你真的有做功课哎！第一个爱好食配鸡，而且爱好食鸡髀。真劲动针的。准备嘛个菜？也了我点方人气提名的红枣炒饭，也我就切掉了的，得要准备炒饭本身。炒饭哦。炒饭讲起来当简单，不过炒的功夫是1等1的，对不对？对。刚才可能准备那个葱诶，然后那个火腿、太葱头，另一个那个嘿。那是红枣干。这你怎么切的？天哪！切都按丢的哦！我示范给你看。好，你示范给我看。也是去籽，也木籽诶，这个木籽的红枣，你就切对半。好，对半一边平的不用带下。好，不用带下，轻平了。轻平了就切条状啊。天哪，那边袖珍条状雕塑一样。末状。这个会功夫都好哎。啊，你做嘛不会太低嘞？这样不是比较有口感吗？太低是迄来温盐栽，温盐的，因为给它皮啊，有嘛，温盐栽，口感我蛮好。哦。我切块了冇？我个豆公啊，也个5年了，已经有进步动作诶。先对半切吼，都会切一丝的。好，好像还可以哦，只是看慢点位，对不对？对。看慢点位，听听。这温盐素哎，压出来很香出来哦。我卡红枣那里用。做得吗？做得。耶！很厉害。挑战成功了哦。对。太棒了，所以我切都看慢听听。按工有人讲啊，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优工啦。对，优工也减唔来，也减唔来。干下皮后了，我们可以开始来炒饭了吗？阿强哥亮出红枣炒饭。看起来就像片菜饭，实际系动油上法。除了爱先捞红枣干切做丝，
连卵都会贴片托用蜂蜜看流香的鸭卵，沙等搅炒的时节，还可以一起都做唔得青菜哦。其啲順頭嘅芽雖然是做得天數拿食材，啲順頭可得掠出鳳爪炒飯，作為香老卵香搞得出香煙老後水嘅含香，真見香都擋唔掉咧。哇塞！泰國鴨等你1點鐘過後長出來呀個葉，葱香哎！烤好色了。那要怎樣？要怎麼切？我用手，一般是用手去扒，因为手扒起來的，对，因为烫烫热热的。哦，感覺對那切開來係冇？個泰國鴨安用的老幾切下去咧？要用剪刀剪開來。剪開來。剪開來，過就用手扒開來，就像是手扒雞的方式是。來，天哪！你用一扒開就散開了哎，你用它全部散開了哎。靠油挑。哦。腳比清好食，你真的有做功課哎，又提供俺好食酒，提供俺好食配件，而且俺好食隔壁。好，蠻餓是隔壁。真見動針的，按配到啊牛腦杯層車，行個地度啊。你真以為皮頭嘅種鳳爪啊，加到經過沉香過後，絕到用地度嘅嗰種甜感嘅米頭。對。而且你都不會手嗰層五香粉啊，不然老多機會衝鐵。鳳爪米頭，可是它變成是提香。對，因為我把它抹在表面，不要去搶那個紅棗的味道，讓它有層次。你可以經驗這樣研發出來的菜。真勁啊！對。你用會想出來咧？就像講啊，鳳爪乾大擺做拿來燉湯啊，一般做拿來燉湯，就冇辦法用到培養的食材，冇用到培養的菜度哦。就像講拿來烤雞的方式，有的人會食佢喜歡食的辛香料啊，像迷迭香嘛，食落去，應該說食鳳爪是可能，沒有想到它味道冇同樣，有特別的那個香氣。就特別香味到地度，俺頭擺啊做其他料理家，比如講做個小米。裡面會擠到幾個地度，它就會嚼給改個精打。我做竹筒飯，它的原理是一樣的。一樣的，讓它在裡面燜香。對，用它吃它的香氣。太好吃了，而且啊，它狗很體貼啊，它知道吃雞肉一定要配炒飯。要給炒飯啊！你跟他講，它可以把鳳爪味香米炒落去哦。對。真的哎，雖然按用批有一點不禮貌，可是。你真的會批到一般炒飯啊，只有肉啊蛋的香氣，可是給它的購置小米，會吃得較清爽一些嘞。有鳳爪乾那個香氣，因為經過熱以後哈，它炒了把它香氣帶出來。所以我盡量把它吃原味，不放胡椒粉，就單純放鹽巴而已。好，來吃這個哈。你這一排石頭叫做炒飯啊，有一些甜的購置香。唔講你地度裡面有加一個火腿肉落去，還加有揉一些鹽巴，就是你會吊你的胃口。甜香鹹之外呢，青蔥腰黑這個炒飯的功夫，你看粒粒分明，真的很好吃耶！而且啊，這邊黑都壓嘅時節，都不會批到嘅黑鳳爪嘅香味。進來餐桌上批到嘅沒黑鳳爪嘅香味，會讓人家感覺有一種套裝旅遊的感覺。心中要適度有鳳爪嘅香味。這個阿強哥嘅鳳爪料理過後，本來對鳳爪做入菜地度嘅想法完全改變呢。原來鳳爪有夾百變嘅風貌，像係鳳爪煙腸，米絲唔會太鹹，味唔會太內改，落在本人滋味嘅係溜溜嘅甜香，還可掠出鳳爪火鳳沙拉，還加係清爽起甜，非常恰飯哦。我喺度苗栗研究啊。我私底講鳳爪啊，但係對公館有，可是我冇想到佢都會變出很多料理，而且每一道菜都有創意在裡面，都有一個你的創意發想在底度。也按多農產品啊，按多好的食材來好好的利用啦。對，當初的想法係安尼。而且計用時的想法也係看起來係當成功誒，很多客人會一直回流，對不對？對。那你有沒有希望？家的你後生人嘅日頭啊，用嚟推廣咧。我有一個想法，就講做一個農場哈，就類似像鳳爪的農場一個故事館的方式，本人來體驗，
哦，也规早我们要农村的十二强的文化，哦，规早农村的以前的生活，过人家按多农产品让来做出来，让来去栽培哈，让来施肥，让来它增长的过程，就像十二强这样有一风做，哦，就好好的利用人家铁sản，好来加工啦，吼，来利用第二个经济价值这样子。donc希望就讲人家地方的发展垂直去整合啦，好，莫单打独斗当辛苦。你讲的是清真口的，人家让它发展的是一种一乡一特色，但是乡镇有自家的特色，做得讲自家的故事，啊，做唔得自家不卡讲自家的故事，迄较重要人迄都要头边人做得团结起来讲安利的故事啊，皮皮的奶肉，咸咸的水质，老天公本来稍微上配比某个条件，本凤州变做亚头边的天游的宝，大家都係通食嘅民族。每一味也甘甜嘅鳳寶生，手臂上變做菜天子體創業嘅好空間。就像阿強哥十萬傳統地方鐵sản嘅精神，唔但將本鳳州都係全新嘅風貌，還較健健嘅一種菜天嘅裡頭，啲苗啲種下嘅鳳州甜順，小暖發揮出來。禮拜來到公館，我看到嘅菜地料理牛人，用料理來傳承家鄉嘅文化，為家鄉盡一份心力。就像係日日來到台灣嘅王太子，佢為了表現出佢對家鄉嘅想念，老家嘅故鄉嘅鹽曲節帶到台灣來，本台灣有一種本人食嚟會親密嘅好美食。另外呀，阿強哥雖然講佢當後生，唔過同樣有動態嘅理想。呢日公館嘅紅座帶來無同樣嘅希望。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日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線。18年，四季輪迴又一年。